很高兴今天大家来这边来观赏我这个晚会啊。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社团平时的活动。就我们在上学期的时候有一个会举办研学营，然后主要是教平地国小的小朋友有关原住民的风俗民情的文化这样子。然后另外我们在周六啊都会去高雄县的六龟育幼院，然后帮那边的小朋友做客服的活动这样，然后就陪他们聊天啊，然后我们就当他们大哥哥大姐姐。然后还有就是寒暑假都会举办驻村，然后就是5年然后换一个地点。那我们今年的新地点是在屏东县太武乡的太武国小。对，那当然就是还有很重要就是下学期的文化多元活动啊，除了摆摊，然后欣赏电影，然后品尝美食之外，就还有就是重头戏，就是今天的晚会啊。那我就废话不多说，那希望大家等一下能够好好的享受这一场原住民的歌舞飨宴，谢谢。好，大家拍个手嘛，不要看他啊。好，然后今天有那么多贵宾来这里啊，我们向主任跟我们挥手。继续在这个。对，陆军官校在哪？在高雄啊。看到了。都是原住民啊。对，然后还有。高叶同学。所有同学都在挥手。走在后面，哇，穿蓝色衣服的。有没有名品呢？然后还有呢，统一。哇，好服装啊！等一下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出。然后欢迎各位贵宾来这里参观我们的表演啊！我们社团特别为大家带来一个阿美族迎宾舞，请大家放松心情欣赏。对，衣服好，请大家拍手，谢谢。